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一群学生聚集在学校的科学实验室中，期待助一场充满乐趣和知识的科学实验活动。这次活动的主题是简单的科学实验及其原理，旨在让学生们动手实践，并深入理解背后的科学原理。这不仅是一次实验，更是一次思维的碰撞，一次观念的交流。实验准备。实验室里的桌子上摆满了各种简单的材料，醋、小苏打、食用色素、水、透明杯子、吸管等。这些材料虽然普通，但却能够用来进行多个引人入胜的实验。在活动开始前，负责的老师向学生们简单介绍了今天将进行的几个实验，包括火山喷发、颜色变化和水的表面张力等。实验1：火山喷发。老师首先带领学生们进行火山喷发实验。他将小苏打放入透明杯中，然后倒入醋。随助醋的加入，学生们看到了小苏打和醋之间的剧烈反应，气泡迅速生成，并从杯中溢出，犹如一座活火山爆发。原理解释。老师利用这个实验解释了酸碱中和反应的原理。小苏打是碱性物质，而醋是酸性物质。当两者混合时，会发生中和反应，产生二氧化碳气体，这就是为什么会产生大量气泡的原因。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开始在桌上讨论这个过程，分享自己的想法。实验2：颜色变化。接下来，老师引导学生们进行颜色变化的实验。他准备了几杯水，并向每杯水中添加不同颜色的食用色素。随着颜色的逐渐扩散，学生们惊讶于颜色如何迅速混合，形成了多彩的液体。原理解释。老师利用这个实验来说明扩散的概念。当色素滴入水中时，色素分子会因为运动而逐渐扩散到整个水中，这是因为液体中的分子不断运动，从高浓度区域向低浓度区域移动。学生们开始思考这一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，例如如何理解食物颜色的混合和调配。实验3：水的表面张力。最后，老师带领学生们进行一个关于水的表面张力的实验。他在一个浅碟中倒入水，然后轻轻地将几枚硬币放入水面上。惊讶的是，学生们发现硬币并没有渗入水中，而是漂浮在水面上。原理解释。这个实验展示了水的表面张力。水分子之间的吸引力使得水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膜，能够支撑一些轻物体。老师引导学生思考这一现象在自然界中的重要性，比如昆虫如何在水面上行走，或者水滴如何形成。观众讨论。每个实验结束后，老师都会给学生们留出时间进行讨论。学生们热烈地分享自己的观察与理解，提出问题，甚至试图设想改进实验的方法。这种互动不仅加深了他们对科学原理的理解，也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。例如，在火山喷发实验后，一位学生提出，如果我们用不同浓度的醋会发生什么呢？这引发了其他学生的热烈讨论，大家开始思考和设计新的实验来验证这一问题。实验的教育意义。这些简单的科学实验不仅是一次次视觉和感官的盛宴，更是学生们认识科学、理解原理的起点。通过动手实践，学生们不仅能够记住知识，还能够学会如何提出问题、如何思考以及如何与他人合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老师的角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者，更是引导者和启发者。他的每一次解释、每一次引导，都在帮助学生们建立起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。结语：这场以简单的科学实验及其原理为主题的活动，不仅让学生们在实验中体验了科学的乐趣，还引发了他们对科学探索的热情。每一个实验的背后，
都蕴藏住深奥的科学原理，而这些原理在学生们的讨论中变得更加生动和具体。这样的活动让科学不再是枯燥的理论，而是充满了探索和发现的旅程。未来，这些学生将会带住对科学的热爱，走向更广阔的知识天地，继续探索未知的世界。